创造的大自然来跟我们介绍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所以呢，然后我们通过大自然，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会发现上帝把每一个物种都安排在很适当的一个位置，并且呢，有一些比较弱小的物种，它们有保护色。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特别研究蝴蝶，然后带领我去研究蝴蝶的，因为研究蝴蝶要从它的幼虫开始研究嘛，然后他说啊，你看啊，那个蝴蝶幼虫在那里啊，那蝴蝶在哪里啊？我说在哪里你都看不到，因为都是保护色，绿色的。好，那种枯叶蝶就会在枯叶里面，你要很努力的去找，就好像大家来找茬那种游戏，就是要找很久才找得到。就是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被训练，就很难一下子在一个环境当中去发现我们想要发现的那个昆虫或那样的生物。好，那我们会发现，上帝很奇妙，他让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物种，在基本上都有它的保护色，它身上的颜色可以适应，不能讲适应环境了，就是它在它的环境的那个里面就可以避免，在一个基础上，它可以避免天敌的攻击。好，所以然后我的牧师就在想说，那基督徒的保护色是什么？你们觉得基督徒的保护色是什么？5、4、3、2、1。刚好有音乐。还有没有人有基督徒的保护色应该是什么？基督徒的保护色，照理说我们应该是要像光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做光做盐嘛，照理讲我们要像光一样。好，我们应该是像光一样，是很纯净的那个白色。那如果我们的颜色是像光一样的透亮样子的白色呢，我们就会喜欢待在光的里面。我们这个小光呢，就喜欢待在上帝的大光里面，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有安全感。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受到攻击，因为我们人还是有我们属于人的软弱。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读约翰一书有说，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比如说肉体的欲望，会让我们一直想着要满足自己。我们有眼目的上的欲望，总是专注在日光底下的成就。我们可能会有人生的骄傲，让我们不断的想透过一些事件来高举自己，让自己被看见。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在这个世上常常有这样的欲望，引诱我们，导致我们离开那个真光，导致我们身上这个小光，我们有的时候有点昏暗，暗下来了。那暗下来，那我们在那个光里面就变得很突出啊。那个保护色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保护色，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吞吃。好，所以呢，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好像我们在打游戏，我们要补血，对不对？玩那个桌游啊，什么玩那个什么，我可以补血，我可以增加能量哎。如果我们可以适时的跑到上帝那里，躲在上帝那里，向着上帝走去，那我们就可以补血，我们的光就不会这样好像暗下来，我们就会继续亮起来，那我们就继续可以得到保护。可是如果我们躲错地方了，躲到自己的欲望里面去了，这样放弃了，反正就按了嘛，就让它按下去吧。我现在好懒好累哦，不要这么努力也没关系。那我们就可能真的会被吞吃掉。今天的经文18节19节，他说，好，18节他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机巧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好机巧的人，这个末世，我先讲末世，我们现在就是末世了。从耶稣为我们牺牲、死、复活之后，从他复活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到可能明天后天是以后的日子，这一段时间就到了末世。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末世其实是指很长的这一段时间。好，在末世必有好机巧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那好机巧的人就是指容易去嘲笑别人信仰的人。有人很喜欢嘲笑别人的信仰。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啊，你会发现说，常常有一些话，牧师举个例子，比
比如说两个人要去教会相约，要去教会聚会了，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哎，不用那么早去了，反正大家都习惯迟到，每次约好4:30，总是大家都姗姗来迟啊，都是5点才开始，好一点的话5点开始，然后更惨一点的话5点拖了1个小时才会开始，所以别傻，不用那么早去，不要当傻子这样子。好，这样子的话一出来就会影响别人，怎么样？人家可能另外一个人是真的很想认真，真的很想认真做好自己的本分，他真的很想准时到的人，他就会觉得他就被影响了，他好像就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他会觉得自己的准时、自己的负责任是件很可笑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好机巧的人。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好机巧的人，他可能会就好像我们上次青少下个礼拜摩西组，来摩西组的举手。好，手放下。摩西组的那个阿信，对不对？此信非彼信啊，反正戏剧里面那个阿信。好，那个阿信你还记得吗？阿信就是嘲笑那一些他的那些伙伴，就会觉得说啊，你们人家说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啊，你们也别傻了，你们4个臭皮匠也赢不过我1个诸葛亮啊。你们就凭你们这4个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啊。意思是说，在信仰群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人很想进步，很想好好的灵修读经，然后旁边就有人可能会去讲一些风凉话，就说：“这你看得懂哦，我都看不懂哎啊，然后他跟另外的人说：“其实我也看不太懂哎。”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不懂，可以问辅导啊，可以问大哥哥大姐姐啊，可以问牧师啊，很多人可以问啊。可是那个人不这样讲，他一个好机巧的人就是说。反正不懂，你不懂我也不懂，不要懂了啦，没关系啦，懂这个要干嘛啊？懂这个又不能怎样，就开始说一些风凉话。好，这种人就是个好机巧的人。另外呢，然后19节他说，还有一些人喜欢以人结党，就是制造纷争啊。有一些人会喜欢把教会里分成许多的小团体、小圈圈。然后小团体、小圈圈彼此之间呢，就会开始那边讲说，那些人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了，没什么好交流的啦，没什么好联络的啦，那个人怎样这样看着就是很不顺眼啦，就是很多这种言语就会跑出来。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制造纷争，然后会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分门别类这样子，使得教会团契就分裂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彼此和谐，没有办法彼此相容。好，那另外还有一种人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这样子的人呢，不管他受洗多久，他仍旧还是按着自己的本性来生活，他拒绝圣灵在各方面的提醒，他感觉需要调整的都是别人，自己都是对的，自己永远都是对的。来，弥家族，这边有弥家族的吗？就一个弥家族弥家族，好，忘记了1个礼拜就忘记了呢。好，上个礼拜的弥家族的戏剧里面呢，有一群能歌善舞的人，对不对？但是其中有2个呢，就是怎么样都是无法跟那个能歌善舞的那一群融入在一起，然后那群能歌善舞的人就是霸凌那2个，不太会跳或者是自顾自的在那边自嗨的。好，那这些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不是说你们啦，反正演戏嘛，是戏剧里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些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他们就不会体贴，不会看见别人的需要，然后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有的时候，其实上帝透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一些状况，觉得这些人是需要帮助的。他没有去，这些不属乎圣灵的人，他就是想高举自己，他有人生的骄傲，他的情欲让他没有办法去理会圣灵的提醒跟声音，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除了我们上面讲的这3种人，就是好机巧的人，然后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本性，就算没有人去引诱你，没有人去影响你，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本性也会让我们只想待在黑暗，不想待在光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或者是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或决志想要成为基督徒的那个时刻，我们就是站在黑暗跟光明的那个界限上。然后从那个时间点，我们要开始就是决定立志要向着光明那个方向走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再拖回原来的黑暗里。除了刚刚讲的那3个情形，还有一个情形是属于我们自己本身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过去的事情麻痹自己，我们会鸵鸟心态，我们不想去面对过去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自己的一些错误。我们不愿意活在当下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正面对着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挑战。所以我们一碰到问题，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躲就没事了。鸵鸟塞在地下，什么都没看见，假装没看见没听见，没看见没听见，没有没事就这样好过去了。不敢不想去面对，不想再一次的破碎自己，不愿意再一次被调整。所以很多人其实即便受洗了以后，很多人还是会在那个界限上徘徊，犹疑不定，一下子在光明，一下子在黑暗，在那徘徊犹疑不定。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自己内心的黑暗在真光里面太过于明显，被凸显出来。有些人不想在光明当中敞开自己，因为怕自己被看清、被看扁。不要说别人看不起自己，可能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让我们会觉得害怕，让我们会觉得害怕，不想往光明方向走。如果现在在你的心里还有什么是不满意、不如意，是让你觉得很惶恐，或者是愤怒，让你不想改变的，这个时候你更要积极的抓住上帝。因为很多过去会告诉你某些事情没有用的了，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了，我就是这样子啦，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啦，怎样都不会改变的啦。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死亡这件事情更叫人无望的。可是耶稣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带给我们的一个是救赎，他要我们知道，他都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我们愿不愿意放手，把自己放手交给他，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给我们任何的机会去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立志要做基督的门徒，做他的学生，是要在真理上不断持守前进，并且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人。来到教会绝对不是像外面那边大拜拜，只是满足自己。最近很多大拜拜，对不对？拜鬼。好，你们有没有注意那个他们在拜拜摆的那些东西？牧师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牧师以前也拜啊，也有拜鬼啊，买东西放在那边拜啊。可是都买的是些什么？买的都是自己爱吃的啊。我一定买自己爱吃的，或我小孩爱吃的，或者家人就是有人爱吃这个东西，我才会买来拜。因为怎么样，拜完自己要处理，拜完那些东西是我们自己要吃所以当然是要买自己爱吃的。意思是什么？拜到后来再拜谁？拜到后来只会拜自己啊，对不对？拜鬼是让自己安心，可是最重要还是自己爱吃啊，这比较重要啊。好，可是我们来到教会，绝对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已，而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满足上帝的心。我
我们应该要摆脱脚踏两条船，常常在光明黑暗里面跨来跨去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拒绝一直在光明跟黑暗的这个界限上一直在摇摆不定。我们要坚持的向光明走去，完全摆脱黑暗。在20节、21节，我们来看20节、21节。20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21节，好，要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上礼拜有去参加东山教会的礼拜，因为我下令最后连续参加东山教会的礼拜。在东山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大一群的儿童跟青少期，他们一起礼拜。我们也听见那些青少期的献诗。在牧师私底下跟他们的传道在聊天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些孩子，他们在台上这么专注，这么献上自己的献诗的背后，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是逃难来教会的。他们在家里从小，他们从儿童就来了。他们在家里吃不饱，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很多不是爸爸跑的，就是妈妈跑的，或者两个一起跑。他们有的在家里是被霸凌的。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得到照顾，所以他们跑来教会，因为教会有人可以供他们吃，会照顾他们。所以这些孩子就一直从小就很习惯的来到教会。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那天我们聚会完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在公布小天使小主人的时候，不是有一些他们的青年就拿来要打扫农村，是他们打工的机会。教会让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打工，让他们可以赚一点点的零用钱，甚至于存起来，可以帮助他们自己新的学期要开始，他们可以有钱可以使用。然后他们教会外面有很多义卖的二手义卖，当初也是因为牧师看到那些孩子因为跑到教会来嘛，他们没有衣服穿啊，就是有衣服穿，但没有衣服换啊，那怎么办？你说送不好，就是送会让他们没有尊严，所以牧师就招募二手衣，所以放在教会门口。一开始没有这么多啦，一开始就是几件二手衣，然后招募二手衣，然后就让他们这些孩子可以用一点点的钱，10块、5块、10块来买他们可以穿的衣服。所以他们教会门口那么多的二手义卖是从10几年前这样子来的，是这样子来的。这些孩子，我们听到他们的献诗，看见他们在生命里面的挣扎。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挣扎，但是他们的背后是很多的挣扎跟痛苦。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有自信的，这么充满感恩的来献诗？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他们来到教会，教会的大哥哥大姐姐、叔叔叔伯阿姨，给予他们生命上需要的、生活上物资上需要的照顾，也带给他们圣经上的真理，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愿意锻炼，让自己常常在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话语里面成长茁壮。他们平常受了很多的训练，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平常也受了很多的训练。像你们平常来到教会，当我们要当小队长或小队辅的时候，其实平常的灵修就是在帮你们训练。你们的辅导大哥哥大姐姐就会带着你们怎么样做灵修，他们会示范给你们看，怎么样唱诗歌，怎么样祷告，那些都是示范。所以平常都是要有平常的时间就是训练。那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抓住每一次训练的机会，
我们一样可以是一个发光发热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摆脱过去那个不可能的黑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往往会在十字路口做一些选择，我们是要向前还是停止？我们是要有所调整，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我们是要参与，还是要退出？我们是要彼此和好，还是继续老死不相往来？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灵宝贵是引导我们常常可以向上帝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会调整我们。祷告，上帝调整，然后我们去做。祷告顺服，祷告顺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祷告就会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然后就会觉得，上帝都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被调整，就好像西西家，还没讲到西西家啊，西西家，戏剧组西西家族的，好，手放下。西西家族有那个阿手，对不对？你们当初这些阿姨，千里眼、顺风耳啊，什么还有什么阿角啊，好那些。本来你们兴趣干在说要一起的，可是后来你们抛下了阿手，最拎起安。可是后来你们有调整自己，你们有互相调整，这是很宝贵的。好，所以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里。上帝的爱是可以体会、可以感受，就在同心合意跟彼此相爱当中，在爱里没有惧怕。惧怕里含着刑罚，我们不要害怕被调整，我们不要害怕自己的黑暗被光照出来，好像大辣辣的摊在阳光下被人家指指点点，甚至于被自己厌恶。在上帝完全的爱里，会挪去那些自我否定的惧怕。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惩罚，而是预定我们得以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弟兄姐妹，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所以在今天22节、23节，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心里还是很疑惑。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是说，若是有人总是在光明跟黑暗的交界当中一直跨来跨去，我们要怜悯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那如果有些人呢，你们要从火里面把他救出来，从火里像那些打火英雄，你要从火里面把你的弟兄姐妹救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你也必须忍受痛苦，因为你也可能会被烧到，会烫到。但是有些人我们就是要从火里面把他们救出来。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人总是不听劝，他们硬是要往黑暗里就是很执意的往黑暗里走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引以为戒，提防自己不要被他影响，提醒自己，提防自己不要被影响。要做到这一切，我们要救别人，要救自己，我们必须要先自己在正道上站稳。感谢主，在上帝的爱里没有惧怕，唯有上帝能使我们不失脚。上帝更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他施恩的宝座前。上帝拣选呼召我们进到教会，我们不要白白浪费自己可以重生的这个机会。东山教会的那些孩子，那些青年可以，我们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里面。我们要在光明中持续站在光明中，持守在真道上。我们要摆脱那个黑暗，
一直引诱我们的那样子的情况，摆脱黑暗的诱惑，立定心智，朝着真光的方向走去。这首诗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主是光，光就照亮在我们的黑暗。我们要成为光，在上帝的光中，我们就得以安全，我们就有保障。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全力